有，在成大附近有看到，就骑车有经过。我们原本以为是只有那个区域，没想到这个区域也看得到这样。有，因为不是只有这个红绿灯嘛，几乎这边路口好像都有可爱的小图像出现。很好啊，有比较清楚啊，蛮特别的，蛮贴心的吧？可以多提醒用路人。不错啊。那个很好，因为它都有它的用心，那个用意。你看到它的图，你很希望能够再深入一层，看它后面是什么资讯是什么？对，很可爱啦。就是我不仅是在看着号志，我还可以看到一些传递的一些讯息，而且一些蛮可爱的小图样，很有趣。有哪些活动吧？暑假期档期不是不少活动这样子，大家都想要知道可以去哪边串门子之类的。一些交通的注意事项。我在想有没有比较代表这个区域比较特色的东西。如果是区域性的话，比如说这个区域的一些艺文活动，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景点，因为还是有很多外国人，他可能在这边附近走，也许他手上拿的那个地图，可能他并不容易操作，但如果是号志，搞不好就让他知道这附近搞会有一个点，然后他看着那个号志，也许会比较容易辨认，就是有点像收集彩蛋那样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你有没有发现台南的路口最近多了一个可爱的小号志呢？台南市政府交通局近日在台南的部分路段设置了 VMS 行人号志灯辅助显示屏，这个显示屏就加装在小绿人号志的上方哦。这个号志会显示路况资讯、交通宣导或是市府活动宣传等等。这样的设置是不是让台南的路口增加了一点新鲜感呢？市民朋友在等待红绿灯的同时，不妨抬头看看，会发现惊喜哦。现在让我们来听听交通局长怎么说吧。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局局长王明德。各位市民朋友，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我们的行人号志小绿人上面多了一个 VMS 行人资讯的辅助系统？它就是所谓的可变资讯的辅助的号志。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可以协助我们做一些及时的路况的宣导，或者是政府政令的宣导。那尤其是前一阵子，或者是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在疫情期间，我们会宣导市民朋友记得搭乘大众运输上车要戴口罩，或者是其他及时的这个市府要跟传达给市民朋友知道的好康等等。主要的用意呢，就是希望市民朋友们过马路的时候抬头看一下行人号志，除了提醒您看红绿灯的状况之外呢，也可以同时知道一些市府想要推播的资讯，可以一举两得哦。希望市民朋友可以多多的来体验之后，如果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欢迎告诉我们。我们目前是会在行人的行走穿越流量比较大的路口，比如说海岸路相关的街道上来做设置，我们持续的会陆续的扩展它的设置，最近也在市府周遭的路口也设置了。我们希望市民朋友体验之后，可以多多给我们一些回响，还有什么样改进的意见都可以告诉我们，谢谢。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7月7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议会第3届第3次定期会最后一天开议，因为议员提案希望强制伫幼儿教室增减时期，毛丹市上百位幼教团体老师特别前来议会关心。伊认为这并无相当，应该是加强老师的情绪教育甲专业，并是互大家每一天拢伫减时期下面生活。来自大台南，包括台南市幼儿教育发展协会、幼初教育创新协会、幼稚教育协会、甲安南幼教联合会等单位，上午组织伫议会旁听。第一位议员为了烦恼幼儿安全，甚至惊个传出受虐待事件等原因，所以提案强制伫幼儿园教室内增设监视器。不过，有关团体普遍认为并无适合，而是爱加强老师的情绪管理，落实3级辅导制度，将真正无适任的老师改聘，临时互大家伫监视器下面生活。反过来，我们要保护幼儿之下，我们是不是也要考量到说，是谁在保护这群幼儿？其实，在团体里面，在学校里面是老师啊，绝大部分还是有热忱、有爱心、有耐心的老师。可是有一些是说真的，一些害群之马，他坏了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朝向，就是说，对这些害群之马，我们应该是把他记出重罚嘛？好，甚至于就是请他退场了，他不适任了。那对一群有爱心、有耐心，一直长时间都付出他的热忱的这一群老师，我们是不是要给他更多的鼓励跟空间？不应该用监视器来去限缩他。我们是幼儿教育，属于人的教育，尤其是互动，亲师师生之间的互动，有重于所谓的监视器的监督。那我们监视器所看到的只是看图说故事，有很多实际上的一个行为，还有教育的方法，都不是所谓的监视器可以说明的。所以我希望我们不要以监视器为主，我们是要以亲子、亲师、师生之间的互动为主。我也希望能够加强我们所谓的3级辅导制，在学校里面由政府本身可以给我们更多的资源跟协助，给予我们教师辅导。情绪上的辅导，也给我们幼儿本身更多的辅导。对此，市长认为幼儿教师增减时期议案，不是只有台南有，立法院已经多处讨论争议，甚至到违宪的顾虑，所以完全尊重议会决议。对于幼儿园是不是要装监视器的问题，已经社会上讨论蛮多，不只是台南市的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立法院也争执吵嚷了很久，也没有一个定案。那有人是说是违宪，有人说是保护幼儿，那到底是怎样？其实目前为止争端仍然多，所以面对这种争端的时候，我们当然第一个要求幼儿园要自治，就是自己要约束自己的老师。第二个，我们会加强稽查，如果有碰到非法的教保员或者是这个超收的情况下，我们当然是行政处分。因此，在面对现在这个争议的话，台南市政府我们还是尊重议会的决定，议会决定要纳入这个条款，我们就依法办理；议会决定不纳入这个条款，我们还是会加强稽查，以保护我们幼儿的受教权。在传出虐待儿童以后，台南市的画出零容忍，小局嘛提出台南市儿童少年保护自治条例草案。不过，在托婴中心、幼儿园等机构，到底到要增减时期，恐惊需要充分的讨论，形成共识。台南新闻管制林耕采访报道。在幼教团体判断压力游说之下，议会展开李小环修正案，也是有关幼儿教师要增减时期的讨论。讨论会中赞成、反对声音拢有，嘛有暂缓，希望各界充分讨论，才来决议的各种声音。对此，议长郭信良主要采示感性体会持负。虽然幼教团体伫议会旁听压力，不过议会是多数决，每一位议员拢发表无同意见的权利。其中议员林彦竹徛伫保全证据，无随便开放第三人观看。议员尹爱达理则徛伫依法论法角度，拢表达应该削减时期来维护幼儿安全。议员柯林则认为，为了解决争议，更请开公听会，听各团体意见。在我的提案部分里面是。零死角的部分是针对幼儿园，并不是说保姆。我希望说不要有心人士在讲这个保姆，然后再下一章。这只是针对保全证据，然后下一章不开放任意第三方随意观看，何来的所谓的说违反人权？0到2岁的到3到5岁的，他们在法律上在民法第13条之1项很清楚，他们都是无行为能力人。那基于对无行为能力人的权益保障，应该给予一致的对待，这是在这个法规上应该有的出发点。所以它是不是有违宪的问题呢？到今天为止，儿少法77条之1并没有受到违宪宣告，所以没有理由会另外你增加了所谓幼儿园也会有违宪审查的问题。建请社会局再召开公听会。因为刚刚也有人提出说，公听会里面是不是只有所谓的专业的这些教保团体或教师团体参与而已，并没有家长参与？所以我建议社会局再召开公听会，邀请4大家长团体的一个参与。我想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我认为主席，我提一个动议，我们可以在下次定期会或者是一个临时会里面做专案讨论，让所有的议员有关这一个。新的一个法令，全国未制定，我们台南要订定了这样的一个自治条例，再重新的一个探讨。
让我们畅所欲言，把相关的法理还有包括的专业的层次都把它讲清楚。面对各党各派议员无同声音，民进党团伫会后嘛召开记者会，强调每一位囡仔拢是宝贝，因绝对毋是反对，而是希望就儿童少年法条充分讨论，也包括法则甲停业等问题。所以党团将成立专案研议小组，由刘维英、新加宏甲创专担任召集人。并非我们反对这个案子，也不是说每一件案子都是这样子一体两面，就是拍案就是可以或是不可以。因为在儿少法里面呢，还有包括幼儿园它的法者，还有它的停业，这一些都是我们所关心的。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充分讨论的。那我们就把整个法条拿出来做一个充分的讨论以后，我想我们民进党团会做成一致性的决议。今目前已经先退回市府社会局，嘛执行后一届临时新在法规案来充分讨论。台新闻阮志林跟采访报道。据了解，台南市公车自动驾驶的试验计划，今年6月已经取得第一张试验车牌，预计伫7月底开始进入无载客道路阶段。不过因为干中央3500万的经费，咱市府卖出1500万的电付款，想问议会有济议员反对，认为开这款钱并不是咱上迫切的需求。高局为配合中央3500万无人驾驶相关科技创新试验的计划，市府争取落来，相对该出1500万。议员普遍认为，台南市真侪地方建设需求拢倾袂出钱，民代拢争取甲配面，可无才调有。强调经费一定要放伫迫切需求的所在。烦恼这款庞大的试验计划，可是类似一大堆的研究评估，浪费人民的血汗钱。当然，会中民进党团冇表达赞成的声音。我甲你讲啦，中央的钱嘛是咱民众的血汗钱啦，莫安尼摕来就是黑白用啦。是。先做说明，这个就是我们是因为配合中央的这个配合中央这个钱，但我们有无人驾驶的公车吗？你管有这个规划？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实验的这个过程啊，所以实验公车的部分是业者来。咱甲1年当就对了吼，贴这公车，贴去业外，为什么不改变一下？这全世界这济公司咧做，咱台湾要投资偌济，咱市政投资1500万，互全国别县市去实验，实验好，较3顿咱才用，咱会当省1500万。谁让咱市政府爱配合1500万？我们当然希望说我们的城市是越来越进步，但是如果是为了要抢这一个案，抢这一个所谓的来做这一个工程，我倒不建议啊。跟你议员报，我们不是为了争取而争取，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厂商投资以及技术生根而生。但是问题是我们在出钱呐，不是吗？没错。那我们到时候还要付多少钱？大众运输广义来讲也是一种社会福利嘛，哈。那么所以我是支持这个预算，因为未来我们现在公车很难营运的原因之一也是找不到驾驶啦，好，因为驾驶可能时间太长，然后我们台南市的这个街道又比较小，那我们现在如果说能够找比较平坦宽广的路来去做一个这个试车的话，未来可能我们比较偏乡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用来无人驾驶。说在让 KA 实验阶段，为什么不交给学界去做？这就是一个民间厂商提进来的合作计划，所以民间厂商背后当然会有学者，会有其他的，比如说是各种不同技术结合的厂商进来，它是一个 team 一起进来跟我们一起合作这个。当然嘛，因为大型公车无人驾驶的实验计划，初步规划伫南科甲沙仑这2条路线，加上以后也需要投资通讯软体、路口摄影机等软硬体，所以包括路线到以后的开销。目前议会也无法度达成共识，所以最后议长裁示该案保留，请市府搁再向议会沟通。今日新闻阮志林跟采访报道。
108新课纲实施弹性学习的时间，让学生会当家己选修学习的内容，增加多元的学习。对此，中嘉达成集团为落实媒体下月责任，补助台南地区4间高中相关微课程的经费，让学生会当接触探索家己兴趣，下面嘛做回来看南二中微课程上课进行。现在108新课纲为了让学生会使提早展开生涯的探索，同时落实多元学习，各高中拢开始规划了弹性学习的时间。但是因为公立的高中经费有限，也影响到课程安排的丰富。对此，中嘉达成集团为了落实企业责任，在2位陈廷辉的门下之下，特别赞助经费，提供给台南4间的学校：南一中、二中、女中、甲嘉济高中，并邀请升大教授来开设课程。7号上午，在2中进行了基础电路的实作体验，参与的学生拢收获满满。选择这堂课呢，因为它里面有教一些程式和电路的东西，然后我以后大学的选择是想要选资工类的，所以这会对我以后在适应上有一点帮助，因为这边程式嘛，然后这堂课心得，我觉得电路非常好玩，它可以用很多不同种方式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又比较快的，比较可读的，所以这会对我逻辑有帮助。也可以让我在大学上走得更顺。因为我本来就是对那个动手做很有兴趣，所以今天上这个课上之后，大家就是对未来的选择又多一个，因为学一些电路相关的，还有写程式相关的，算是激发我这方面的兴趣啊。台南二中的校长表示，透过大学教授的课程，上大的好处就是会使让学生学习到更加专业的知识，帮助因运用在各方面。我们透过大学端教授的一个专业，然后来教导我们学生有关于电子电路的一些 Arduino 的控制。那这些的控制可以让我们学生学得到这样的一个更精深的一个专业，然后可以应用在一些科展或者专题制作的部分，可以给我们学生更宽广的一个学习空间。所以非常感谢我们成大的教授愿意拨冗时间来给我们做这些课程的一个授课，提升我们学生的一个学习能力。这个微课程的执行计划，108学年度是由台南女中的校长郑文仪担任召集人，大约有350位的学生受惠。明年度中嘉达成集团也会持续来投入，加强高中培育人才甲大学选择人才之间的合作，向下定经创造多样的教育规划。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308，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天气愈来愈热了，大部分人拢想要耍水来食冰清凉一下，所以西拉雅国家风景管理处特别结合酸影冰、理疗影日出甲果然岭火山节推出结合好康活动，嘛希望民众当行出户外，亲近大自然。爱属你的光芒，2020西拉雅夏秋季活动正式开始，请启动。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甲市府伫今年暑假规划组定看星星、迎日出、药剂食酸仔冰以及关仔岭火山季的系列活动，希望伫后疫情的时期，让市民大众有一个户外活动的健康好选择。全国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来。暑假漫漫暑假实在很热很无聊，但是来到我们台南，不管去白河、去左镇、去玉井，一点都不会无聊。吃着冰，嘴里吃冰，然后这个眼睛看表演或听音乐会或看日出，是最惬意不过的。
活动为这个月11号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相当适合亲子全家出游。而且主办单位嘛欢迎使用3倍券消费，也要安排暑假行程的民众会当好好来规划看卖。透过这个系列的活动呢，让所有的游客呢，在这个疫情的阶段里面呢，也可以来帮我们西拉雅这边呢做一些户外的休闲旅游。那刚好7月份也是3倍券的开始，我想我们西拉雅管理处周边的这些景点呢，只要你领到3倍券呢，都可以来这边做消费旅游。鼓励大家走出户外，趁着暑假开始的这段期间里面呢，欢迎各位呢，这个家长的朋友呢，多多鼓励走出户外到我们西拉雅的管理处来。这个系列活动首先登场的就是11号伫玉井食冰节，过来就是曙光音乐会。而8月3号的时阵，嘛有相当精彩的关仔岭火山季。每一个活动拢袂少好康，民众就要好好把握。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位于中西区的饭店业者，伫去年甲国外知名的网价平台合作推出主题房间，大受好评以后，所以今年再次推出网价主题下午茶，将3只高水的角色用入餐点当中。头个镜头先做回来看卖。画面当中超级可爱的美食，就是即届位伫中西区的和义饭店所推出的下午茶主题餐点。这是伫去年甲卡通频道合作推出主题房间甲餐厅以后，今年也选伫暑假前推出《常常遇见你》的特色餐点，将3位主角变做各种的美食，希望来抢占暑假的市场。即届所推出的餐点，除了造型拢非常古锥以外，所使用的食材也是在地优质的农特产品。熊熊的早午餐的，那熊熊的造型呢，我们是用模型下去压制，然后最后再涂上美乃滋，然后贴上食用的糯米纸，然后它菇也都是在地的菇，然后我们的鸡蛋呢也是用黄壳蛋，质量比较好的鸡蛋，会附上一个蓝莓优格，吃完这些油腻的东西可以解腻。另外一道就是奶酪杯，在熊猫上面的这一层是芝麻糊，然后下面是鲜奶。对，那白熊的部分也是都是用鲜奶，都是我们在地的鲜奶。巧克力的部分就是巧克力加鲜奶做成的奶酪冻这样子，这个都是可以食用的可可粉这样子。配合现在特色餐点的推出，饭店也邀请常常遇见你的粉丝，炸着因的配件来用餐，就会招待一杯造型的饮料。我们已经进入7月了嘛，所以因应其实7、8月是一个暑假的出游旺季，而且最近又有搭配上安心补助，然后跟振兴券的一个优惠。其实近期啊，像父母亲其实都一直在规划说，要带小朋友出来玩一些游程。所以呢，我们除了推出一些住房专案之外，其实我们也规划了一个跟卡通频道合作的一个期间限定的一个那个卡通主题餐。对，像这样，我们跟熊熊遇见你的这个人物角色来合作。对，那其实我们也。像这个专案，其实我们也筹备了大概半年以上的时间啦，对，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餐点都超萌超可爱的，对。那近期我们也就是因为我们刚就是迎接上市，所以我们从即日起，然后到7月12号，我们的就是朋友们只要是穿着熊熊的衣服或是带熊熊的娃娃，任何配件来，那只要拿来我们饭店，然后再点用任何一道就是主餐300元以上的主餐，那我们就免费送一个就是甜甜圈欧蕾的一个这样子的优惠，所以也欢迎各位就是好朋友，然后或是爸爸妈妈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饭店强调，接下来也有规划其他主题的特色餐点，喜爱卡通频道的民众嘛会使多加注意因的网站，同时主题课房也会持续来推出，喜爱的民众嘛会使来带看卖。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接着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分有时乌阴好天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9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加台风7级。介绍收看7月7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